久没看过他了，前阵子只有在可口可乐想念他了。好，唱母语啊，唱母语。然后唱一首歌，是我跟我妈妈学的第一首母语歌。这首歌也不知道怎么流传哦，就是大概也是民国大概50、60年代的时候吧。那时候很多原住民的年轻人开始慢慢的离开部落去外面工作，就是台湾经济的起飞的那个时代。原住民的溃啊，全部投资在那种10大建设里面，就是盖高速公路啊，还有高雄的话就炼钢厂跟造船厂，很多原住民来这边帮忙，就是高雄，所以高雄其实还蛮多阿美族的，就是我们那一带花东地区的很多原住民，所以原住民开始聚集在都会区，也差不多那个年代，尤其是50、60年代，台湾经济起飞，哇，这是历史呢哦。就有一首歌这样流传下来这首歌叫《祝福歌》这首歌其实很妙，它不是在家里面的人祝福离开家的人，而是要离开家里面的人祝福在家里的人。然后歌词的意思很简单，就是太阳还没有升起的时候，我就先起床了，然后看到那个还在睡觉的那个父母亲们，还有家人，以前是睡大通铺。就父母亲从阿公阿嬤开始排练，你们有看过这样的大通铺吗？就是从最老的这样排到最小的。他起床的时候很小心，然后在太阳还没有升起来的时候，赶快把自己包包先背好，然后就准备离开家了。然后离开家之前留下一句话，就是要希望家里面的人保重自己身体，然后不要太想我。难过哦。偶尔也可以想一下啦。可是就是离开家里面的人会这样告诉家里面，不要太想我这样。也是因为太阳还没有升起的时候，不想让家里面的人看到离开家里的那个样子，所以才要趁太阳还没有升起来的时候就先离开家了。但是以前的班车比较少啦，那么早太阳没有起来的时候，先离开家了，然后等火车等5个小时，所以碰到一个很奇怪的窘境。好，然后这首歌就在那个年代在留在很多人的心里面就这样流传了。祝福歌，因为阿美族的话就讲巴西瓦里日出东方，献给各位。